下個星期四6月4號就係六四事件37週年啦。咁多倫多支聯會一如以往咧，會舉辦連串嘅紀念活動，包括咗最多人參加嘅燭光集會。但係日期咧將會提前喺今個星期六5月30號晚舉行嘅。詳情究竟係點嘅呢？六四事件轉眼37年，點解我哋仍然要堅持悼念、爭取平反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六四事件嘅目擊者多倫多支聯會副會長李蘭菊同我哋傾下㗎。係啊，歡迎你，李欣你好。你好 ，Kenneth，thank you。唔該晒你嘅時間先。咁好多人都話啦，其實六四事件37年咧，我哋點解仍然要悼念啊？要爭取平反，會唔會太過執着？係咪應該即係放低件事，我哋向前看呢？啊，呢個係一個執念嚟嘅，呢個係一個擇善固執嘅執念，即係一個社會你唔可以淨係話我要法治，我要公平，我要公義，咁你就可以有嘅。你必須有一個好似我哋所有文明國家嘅社會咧，佢哋嗰個嘅憲法咧，呢個憲法是否能夠執行到咧，就係要視乎嗰個國家嘅統治者同埋人民有冇一個信念，有冇一個信仰嘅執念。咁所以追究屠殺嘅責任，要為死難者討回一個公道。即使係過咗37年，我哋都係好疲累嘅去前行。我自己作為一個目擊者，係一個好沉重嘅心情。咁但係有呢一個執念喺度，我哋先至可以係真正將一個無論係社會一個國家帶上真正嘅民主自由同埋佢有公義嗰個嘅氛圍。尤其是而家僅係為咗喺維園燭光嘅悼念，而係要坐監，要即係被控以呢一個顛覆國家罪名罪嘅幾位嘅支聯會嘅主要嘅成員，係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為着佢哋喺監裏邊所受嘅苦，為着天安門母親仍然到依家都唔可以公開悼念佢哋嘅孩子，我哋喺海外能夠做到幾多嘅？要繼續去秉持呢一個嘅擇善固執嘅執念。明白 ，OK。你覺得其實係咪即係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可能根本都唔認識六四事件，同埋海外嘅人士其實應該更加珍惜我哋嘅機會，應該去悼念六四呢？係年輕人咧，即係有好多人話譬如中國嘅新一代，我知道係已經係抹晒㗎啦。即係洗腦又好，即係喺嗰個歷史扭曲，或者係完全係抹盡呢一個嘅真正嘅歷史真相也好。但係香港嘅年青人咧，就佢哋仍然知嘅。你即係30年裏面喺維園嘅燭光集會嘅搖籃搖出嚟嘅香港青年咧，係大家都知。咁同埋咧，加上2019之後佢哋即係對嗰個嘅爭取民主自由嗰個嘅堅持。所以咧喺2020年之後咧，呢個加拿大有咗 Stream A、Stream B 之後，好多新嘅香港移民過嚟之後咧，我哋嘅人數係上升到去過千，甚至乎係最高人數係2500嘅。咁我喺現場睇到咧，係睇到好多嘅 young couple 新嘅即係年輕嘅夫婦係帶住佢哋嘅4、5歲嘅小朋友係嚟參加我哋嘅活動，所以我哋係非常非常之感謝同埋係感動嘅。咁就好希望佢哋今年會繼續嚟啦。咁我哋都明白喺香港23條之後咧，就即係好多人有顧慮。咁所以我哋大會喺度呼籲咧，我哋完全唔介意你哋戴口罩、戴帽，即係遮晒面咁樣嚟。我哋係完全唔介意嘅。我哋最重要嘅就係你哋嚟，你哋要出席，俾中共知道，亦都俾加拿大呢個民主社會知道我哋冇忘記。咁今年咧就提早即係喺5月30號舉行都未到6月嘅舉行呢個燭光集會。今年有冇啲咩特別嘅主題或者會唔會有特別嘅嘉賓咁啊？今年咧，我哋點解會即係好似提早咗咁咧？就因為我哋每年咧都係會係去遷就一啲家庭啦，因為譬如喺 Mississauga 嚟啊，甚至 Aurora 都有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盡量喺weekend 週末嗰陣時候舉行。咁所以就係5月30號星期六7點半嚟，咁我哋9點半就會完結㗎啦。咁樣咁就大家記得要帶多件衫，因為舊年就好凍啦。咁就今年我哋請咗啲咩嘉賓咧？就係有呢個周鋒鎖，就係即係1989年嘅學生領袖，佢而家咧係中國人權嘅總理事。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大家都熟悉嘅係前香港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佢而家咧係現任嘅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嘅主席。咁仲有一個環節係好特別嘅咧，就係紀錄片《零化飛灰》嘅導演劉建倫先生。咁佢咧就今年咧就會聯同佢幾位嘅朋友去為我哋咧係製作一出嘅短劇。呢個短劇咧係針對呢一個香港支聯會案嘅。咁嗰個名稱咧就係荒謬劇場香港支聯會案。咁俾大家咧係 update 一下大家而家香港嗰個法治係淪落到係幾咁荒謬嘅程度。咁我今年嘅主題咧，如果你睇到我哋個海報咧，4個字嘅啫，今年就係悼念無罪。主角咧就係一個5、6歲到嘅小朋友，咁佢係好沉靜咁樣，係望住佢前面嘅燭光，喺度守護個燭光，即係話用最柔和嘅力量嚟到做最大嘅控訴。控訴乜嘢咧？就係話只係一個咁純粹、咁柔和嘅守護燭光嘅呢一個嘅行動，已經喺香港成為一個推翻國家政權罪同埋勾結外國勢力罪，所以呢個係非常之令人係悲憤嘅嚇。呢個就最多人參加就係呢個燭光嘅晚會啦。咁而你每一年都喺6月4號即係正日嗰日咧，都今年會唔會繼續會有遊行同埋喺多大紀念碑前嘅獻花㗎？會啊會啊！今年我哋6點鐘6點鐘係6月4日正日。喺呢一個中國領事館門前，我哋有一個嘅示威抗議，咁然後咧就遊行去呢一個多大嘅多倫多大學嘅6·4紀念碑前面，咁嗰邊咧就係有一班嘅即係中國大陸嚟嘅朋友，係中國民主陣線，佢哋會有一個嘅燭光晚會嘅嗰度都嚇，咁我哋就喺6點鐘遊行到去呢一個紀念碑嗰度咧，就係去參加佢哋當日嘅晚會。咁詳情上你哋嘅網站會清楚係咪？係啊 ，TADC.ca 嚇，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都係。好，唔該晒你嘅時間嚇，我哋有機會再傾偈。唔該晒李欣嘅時間。好嘅，好，拜拜。拜拜。剛才接受專訪嘅咧係北京6·4事件目擊者，亦都係多倫多支聯會副會長李蘭菊嘅。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今個星期六5月30號就係紀念6·4事件37週年嘅燭光集會，希望大家以及我哋嘅下一代可以繼續關注中國嘅民主進程。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㗎，轉頭見。